唔少建築師同埋承建商都話，而家係越嚟越難揾到肯做工程項目嘅認可人士 AP 或者授權簽署人 AS， 因為要為工程期間發生嘅大大小小嘅意外負上責任。但實際好似某工人有冇跟足要求攬好安全帶，某一粒索扣係唔係裝得好穩陣，佢哋係未必能夠完全控制到嘅。而家政府嘅工程招標制度落標喺安全方面加大投資，技術評分可能會高啲，但係喺價格嗰個評分方面又可能蝕咗。係唔係可以將相關嘅安全支出分開嚟計呢？能否喺工程合約中訂明，如果承建商安全方面表現良好，就可以獲發額外嘅獎勵，要胡蘿蔔同埋棒子並用？純粹禁制曾經出意外嘅承建商投標，會否令到業界越嚟越少人做嘢，工程造價變得越嚟越高，但安全嘅水平未必能夠提升？